各位兄姊，大家平安。真欢喜吼，大家过来咱的教堂，安尼大家做伙主持做伙，大家当遮敬拜咱的上帝，咱的耶稣吼。咱即马来练习吼，今仔日要唱的诗歌，咱来唱第六首，咱请苏琴帮咱弹一个。 咱做伙唱吼，上帝创造天甲地的一辈来。上帝创造天甲地，一切万物大地，公了的大就个看，天是本好对无算。来，搁来唱一遍吼，这曲调较咱原住民的感觉吼，所以平埔调，咱搁来唱一遍第一段的歌词吼，上人来，上帝创造天甲地，世间万物当得嘞，公了的大有个看，一起前后的无算。来第二段来。 第三段来，土地所生的路过，天风吹的秋光，吹来作物的归归，拢是上帝做的。 第四段，天天所飞的鸟子儿，上帝我你真高扬，伊比天生的光照，播出上帝是。 第五段，上帝照顾世间人，无论本国甲外邦，何愿大你的美牛，让有就在那伊。第六段。 最后一段来，上帝愿天公为情，切天听所有万民，大家家应尽是心，我以感谢之来。 我是感觉迄个小歌队唱得真好，啊，大家拢无听到大家的声。咱个我感觉第一段搁唱一遍吼，因为我无听到大家声，大家较出声一个，透早起来，啊，加唱一个歌，安尼较会。好，来搁唱第一段哦，来上帝来上帝。
吹到真好，咱即摆拍开迄个后一首374吼。跳到第四段目的目的经营，业地推出，我无当做正当，这里历千轮，无台一再流浪，欢喜听他求助命令。天地这好气是大，自咧叫你紧着点，我伫这找我。第四段吼，中有一个主爱你，主爱你十人救人，吼。这是爱你吼，这后壁的迄个注音是安尼。咱分开380首，380我讲对吼，透早小可。这条大家应该较熟吼，所以咱切一遍安尼来。时间那个切一遍，吼，那个切一遍的时间就差不多啊，吼啊，这条歌后壁有阿妹咯，吼，来，迄个咱最后嘛袂记唱一个阿妹，这马佫毋免唱，无紧，来，咱佫切一遍。咱怎么用比
礼班安静的心来。请坐。
以色列啊，你着听耶和华，咱的上帝是独一的耶和华，你着真心、真性、真力听耶和华，你的上帝。我今日所命你的，这话你着记伫你的心，你着用这群群教示你的囝儿，无论你坐伫厝内，行伫路呢，困也是起来，拢着论讲，也着绑伫你的手做记号，带伫你的目睭中会做纪念，搁着写你的厝的门口，以及你的门。咱来即是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第6首，圣诗第6首。上帝创造天甲地，施成万美达项话，功劳极大，搁极快，一世千雨永无煞，这起立。咱游玩徛地，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咱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以圣神投胎，以十四玛利亚出世，温柔以勒多人来受苦，并是过死来撞落阴府。上帝对世人中告白，天，咱是咱的爸上帝的大名，为下我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教会，信徒相通，做赦免，
立地国肉，永远的活命。请坐。咱即是来客英文，客英文第20篇，客英文第20篇。主啊，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后地甲世界还未造成，你予土做的人归回土粉。对你来看，1000年亲像过去的昨日。你用大水甲因冲走，人生亲像一场眠梦。早起时发起来无声。阮因为你的受气消灭，你将阮的罪过摆伫你的面前。阮的日子拢伫你的受气下过去。阮的岁数不过是7十，阮得到的不过是劳苦忧愁。谁人感受袂到你受气的威力？求你教阮会晓算家己的日子。上主啊，你什么时才要改变心意？求你透早就互阮享受你的慈爱。你互阮一生有偌侪艰苦灾难？求你互你的仆人看见你的作为。主，阮的上帝啊！求你互阮一切工作顺利，求你互阮所做一切健康，咱的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你的看顾保守，嘛带领阮伫即礼拜拢平安。阮阁清早来到伫你的圣殿的施恩的宝座前，互阮阁一遍用神甲诚实来敬拜。伫阮的学路中，你的圣神嘛咧降临伫阮的会中，甲阮每一位兄弟同在，因为阮就是要来遮学路你。我若为着台南新南医福建之日，阮来同心来关心代祷甲奉献。我嘛为着下主日3月23要举行圣礼典，请兄弟嘛来有微心来守圣餐。互阮嘛阁为着天气变化的中间，求你甲每一位的长辈同在，互因的心灵平安。阮嘛阁为着身体病痛兄弟，也是收养的兄弟，恳求伊的灵来医治看顾，互因早日去来健康。阮献上感谢。我会将伫今仔日下礼拜恭敬，阮摆咧伫你的面前，阮嘛通过蔡伟民牧师伊今仔日所讲的信息，也要诚济阮每一位兄弟的帮赞。阮阁用主的主祷文，阮同心安尼讲：阮伫天年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成，地天亲像伫天里。阮的死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误，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你传你一次，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无尽，阿免。
生活队，伊今日要唱的诗歌是《生命的主》。读圣经来看上帝话，咱今日的圣经有两位，第一位是诗篇33篇为12节到20节，第二位是腓立比第1章为12节到20节。现着我来读。认耶和华做伊的上帝的迄国有福气。伊竞选做伊的产业的迄个百姓有福气。耶和华对天在看，伊监察拢总的世间人。伊对伊徛起的所在往外面看地上一切徛起的百姓。伊是造成因正人的心迷，留心伫因一切所做的。君王袂为因为变罪得到救，猛人袂为因为气力大得到救出。我靠马得救是无采工，袂为用伊的大力来救人。耶和华的目睭看敬畏伊的人，看望伊的慈爱的人，要救因性命脱离死亡。保存因的活命伫饥荒的时，阮的心情平素听候耶和华，就是做阮的帮站，做阮的盾牌。第二位是腓立比第1章为12节到20节。兄弟啊，我爱恁知。我所拄着的代志，拄是互福音较进步，得到我的挂铁链伫基督来显明全赢，甲其余的证人，搁得到
踮伫主的兄弟大半对我的挂铁链来深信，一月好打，无惊来学了上帝的道理。他人伫传基督话出自万道冤家，话出自好意思，这个是出自真爱，因为知我是为着辨明福音来设立的。遐个伫保养基督是出自激动，毋是实心。因的意思是爱互我伫铁链中另外加添艰苦。安尼就怎样，或是假，或是真，无论怎样，均都是传福音、传基督。我因为安尼就欢喜，也要欢喜，因为我知即个事对恁的祈祷，甲以及耶稣基督神的赏赐，要得到我得到救。照我所切心慕甲愿望的，就是我无一项事见效，凡事好打。现今也照平常安尼，迄是对死，迄是对我。咱圣经读到遮，基督要伫我的身躯得到荣光。这是咱请。各位亲爱姊妹，大家平安。真久无倒来到咱淡水教会，差不多有3、4年以上啊吼。会当过来这个所在，甲大家做伙来敬拜上帝，亲像倒来厝的感觉。伫我读博士班的时阵，我担任着辅仁大学中生团契的辅导。有一届的聚会是我主理。迄届主理，我就将遮大学生、遮学弟妹吼带去到观音山的山顶。我相信在座有真侪兄弟姊妹捌爬过观音山，吼迄个东边会当看到迄个三重埔、新庄甲泰山的夜景，真水。所以就问遮的学生讲：恁著看到啥物？有人讲：伫迄个所在光艳艳，所以我看到商业繁盛。做生意内底有商机，我要请问各位，这是对一个黑学生所讲的话。迄个光艳艳所在内底有商机，会当做生意，迄是气管系的学弟伊所讲的话。有人讲哇，这个夜景有够浪漫，所以我看咧吼，袂紧你想要吟一首诗，什么系？中文系，伫我下骹迄个学弟。就拜托莫吟了后吼，这个夜景就破坏了去啊！叫我讲，这内底吼，看到人类进步的脚迹，吼，这个光明代表人类的进步，我拢免想这个阮是哲学系的学弟，吼，铁学系的学弟咧讲，倒有人咧讲，哼，你敢若看到内底光明足光的，你无看到内底黑暗的所在充满犯罪，迄内底有人为非三做，你认为什么系咧讲的？法律系，各位，同款是对山顶所看的夜景，总是无同款的专长的人，因看到无同款的部分。同款是同款的夜景，总是无同款的戏，因所想的就无同款。我相信各位拢听过一个故事，叫做《孟母三迁》，明庙三迁的故事。这个老母，明主的老母，带这个因囝，带过什么所在？带过蒙仔埔边。带过菜市仔边，然后伫学校私塾边啊，也带伫迄个所在。这个故事就是要说明讲，一个人人格要养成，社会习惯、价值观等等，拢甲伊的成长关系、成长环境有关系。伫圣经的记载中间，耶和华嘛捌做过明庙，
伫创世纪第12章，耶和华呼召亚伯拉罕离开5年伊的老爸厝，爱去到迦南地。迄年伊几岁？75岁。75岁咧搬厝，我毋知75岁我有可能去搬厝无？总是伊毋来搬厝，经过非沃月湾，经过到叙利亚，去到伫迦南地，然后咧还佫走去到埃及。上帝互伊离开爸祖家，就是为着要叫伊离开拜偶像的环境，进入上帝为着伊所备办信靠耶和华的环境。伫出埃及记第2章中间，当摩西去互法老的查某囝去找着的时阵，我相信大家听到这个故事，上帝安排米勒伊的姐姐去甲法老的查某囝讲，会当叫伊的老母来做尼母。上帝安排就是要互摩西伫埃及的王宫接受好的学术，甲迄个领导的教育，嘛会当详细来培养伊心内底宗教的教育，以及以色列民族的思想，是要为着伊备办做一个民族救星来培养。17世纪，当时英国女王血腥玛丽 Mary， 伊大捆着改革中的信徒，所以有一群清教徒为着敲碎好敬拜环境，无顾风险，坐船对荷兰开始坐船，去到经过迄个大西洋，去到伫美洲的新大陆。遮尔大的苦难，拢咧说明人怎样备办一个好的环境咧拍拼。所以今仔日牧师甲各位分享的主题是备办一个环境。身为基督徒，咱应该为着咱家己以及咱的囝儿世世备办一个信仰甲灵性造就的环境。所以照着今仔日道长老所读2位圣经，咱要来做伙思考，要怎样备办环境？要备办什么款的环境？爱怎样备办？咱先来看诗篇，今日第一位圣经诗篇第33篇第12节到20节。咱先来看第12节，伊安怎讲？伊讲耶和华做上帝，迄个国度是有福气的，伊所拣选做家己产业的百姓是有福气的。那第18节安尼讲，耶和华目睭看顾敬畏伊的人，仰望伊慈爱的人，要救因的性命脱离死亡，要互因伫灾荒中来得到活。诗人伫这个所在感谢耶和华，听因的祈祷，拯救因脱离外邦人的手，强调因的平安，毋是在伫因的困难，是因为因是敬畏上帝的人。所以咱要备办什么环境？第一，要备办有福气的环境，是掠耶和华做上帝国度。什么叫做掠耶和华做上帝国度？就是掠耶和华的真理甲教示做生活准则的所在。换一句来讲，就是幸福上帝主权的所在。诗篇的作者讲，上帝对天看一切世间人，看世间所徛起的人，流失因的作为，掠耶和华做上帝国度。伊有上帝的公平正义，会建立听神圣的共同体，遐专权、特权、强权袂当污染这个国度，我都存在伫这个国度，独用信心仰望上帝，献身荣耀伊的，要得到祝福。列位亲爱的姊妹，请问，咱有意爱咱的教会诚做有福气的无？有意啊，咱的教会得到上帝的福气甲欢喜无？那安尼，咱就必须拍拼，互咱淡水教会诚做掠耶和华做上帝国度，就是拍拼，互教会诚做幸福上帝主权的所在。就是兄弟姊妹彼此中间彼此勉励，伫教会中间行公义的事，讲怜悯的话。若是咱要互咱的淡水诚做有福气的城市，咱就必须拍拼，互淡水诚做一个掠耶和华做上帝的国度，就是互淡水诚做幸福上帝主权的所在，就是要互上帝公平正义，互上帝主爱运行伫淡水。是安怎？咱的总会一直爱咱关心社会政治无公义、社会无公平的现象，敢真正大家应用无代志做？毋是。是因为咱爱互咱的土地诚做一个掠耶和华做上帝的所在，咱来为着咱的后一代备办一个有福气的环境。第二，
咱会当成做一个受上帝拣选的产业，是因为咱的心敬畏耶和华，仰望伊的主爱。咱是买产业这个词，照伊原文是继承遗传的意思。换句话来讲，这个产业伊本身就有后续的意义。在以色列原本的习惯中间，伊是游牧民族，子孙嘛是族长所有的财产，会记得哦。子儿、子孙甲伊的迄个某囝拢共款，拢是财产的一部分。所以，伊的某、伊的囝、伊的萝卜、伊的精生，拢是伊的迄个财产。伫所有伊的财产中间，上重要的，毋是金银财宝，是会当继承伊产业的后续。伊所有的产业中间，上第一重要的，就是后续。会记哩，伫以色列人中间，无亲像咱汉人有财去人安乐，钱无去就算了啦。无以色列人毋是安尼哦，什么人甲我抢，我就拼命抢倒来。所以亚伯拉罕当伊的孙落地去互5个王抢的时阵，伊怎点因厝内底10甫人去将伊的财产抢倒来。所以以色列人上第一自告的，就是上骄傲的事，就是因相信伊是耶和华的产业，因相信耶和华确实要保护好款待伊的产业。这是犹太人上第一骄傲的所在。兄弟姊妹，请问咱是不是耶和华的产业？是不是？咱是不是？咱都无啥物，不太确定吼。咱是不是耶和华的产业？是。我讲毋是讲咱是不是耶和华财产的一部分？咱是不是耶和华的继承人？是不是？是。咱讲是为什么？是安怎？咱凭什么讲咱是耶和华的继承人？真简单。因为咱是耶和华，咱是耶稣用重价，用伊的性命赎回的。更较重要是咱的心敬畏耶和华，咱确实在不管是伊拢要用伊的疼保守咱。所以现代人要验血亲，用什么来验？验什么？验 DNA。咱甲上帝要安怎验 DNA？ 上帝敢有骹头毛？有伊头毛，还是伊的鼻毛？互咱会当验 DNA， 咱要怎样甲上帝验？就是咱甲上帝中间有生命联系交流，咱甲同信的兄弟姊妹嘛有生命的分享。这款疼甲生命的分享，就是咱的 DNA。上帝的产业到底好伫倒位？就是像牧师拄仔讲的，伫伊要亲像保护财产共款保护咱。要亲像培养继承人共款来造就咱，所以圣经讲，伊的目睭看顾敬畏伊的人，要救因脱离死亡。伫新约圣经中间，咱看到保罗伊有共款的假示。伫今仔日第2位圣经腓立比书第1章第12到14节遐有讲，毋过因为时间的缘故，无说伫这个所在无另外读。咱知影。保罗咧写腓立比书的时阵，伊人伫倒位？伊伫腓立比吗？无哦，伊伫罗马坐家，已经送去到伫罗马。伫罗马迄个所在，伊听到腓立比教会有一寡问题，伊就写批去安慰、去鼓励。保罗伫罗马坐家，总是伊不但无绝望失志，反倒更加喜乐安慰。腓立比的信徒，因为这个教会为着保罗受掠来艰苦，而且教会中间嘛有迫害，所以保罗安慰讲：感谢主，会记得伊这个写批的时阵，伊咧坐家哦。毋过伊安怎讲？感谢主，因为我受掠，所以掠我的人反倒会当入捌上帝。我嘛会当来罗马传福音哦！我足想要来去罗马，足久想要去，拢无通去。即摆我会当来罗马传福音吗？甚至原来信心不足的人嘛，因为安尼加添信心，伊讲的是罗马的信徒。哪会遮好？哪会遮好？上帝为着保罗备办一个看起来哪亲像无顺，总是实际上上适当。无顺却上适当的宣教环境，所以伫今仔日的圣经在中间，咱也看到2个真重要的假示。太快了！第一，保罗强调讲，这个环境
既然是上帝所备办，就确实必然有利益。我都讲过，保罗咧写火时阵，伊的处境是啥物？度假吗？来淡水度假咧度假吗？无啦，伊啦受掠，结果福音得到兴旺，这代表讲伊无论处伫什么款的环境，拢有当认同，积极去超出伊会当为着这做啥物。伊无因为讲这个环境无好，就咧灰心丧气，伊继续咧超出我到底能够做什么，我会当为着这做啥。所以伊伫第4章第11节到13节安怎讲？我伫任何处境拢会通知足。我知影怎样处疲倦，知影怎样处丰富，也是饱，也是枵，有剩欠缺，随时随在，我拢得到秘诀。什么秘诀？伊讲我靠加添我气力的，凡事拢通做。因为咱所拄到的处境，咱所拄到的代志，有的是咱家己的图谋，总是有的是上帝安排。我拄仔讲过，一开始牧师所讲的咧。同款一个环境，你有无同款的信心，你会有无同款的解说。伫这个所在，牧师甲恁各位分享一个我亲身的例。我进前捌伫台北中正教会，迄个时候嘛是同款，一面教册，一面伫迄个所在咧服侍。迄个时阵我到30几岁，我讲牧师娘，阮两个伫迄个所在。当然一面教册，一面服侍，我都真专心。毋过我真认真平常心讲我足认真的。所以教会嘛有加添，伊教室拢有加添，总是有人的所在就有声，对不对？无共款的声。我牧师娘伊的 sensibility 非常强，伊讲老公，好像有人不喜欢我们呢。真的呢，有真正有人对我有意见，讲老公有人不喜欢我们。各位，我要请问你，若是恁感受到有人无介意恁会安怎？你介意冤家无？会袂？不会啦，袂介冤家，上帝讲疼，爱必须三疼。结果咧，你大概咱台湾人就安那，我就跟伊保持距离嘛反正热脸不要贴人家的冷屁股。我要请问，那安尼恁两个人的关系会愈来愈亲密，还是愈来愈疏远？疏远。所以我甲阮某讲，阮水某讲，安娜塔不是他，安娜塔，不是他不喜欢我们。是他不了解我们，事实上就是有人在讲话啊。总是我要安怎解说这个现象？有人毋是伊无介意咱，伊无了解咱，伊若无了解，就安怎？互伊了解啊，对不对？所以逐礼拜煞，我拢爱伫门口甲人爱姊平安。我甲别人平安的时阵，姊平安，我就平安。该惊一个，我心内底足爽的，哈哈哈！我吓到你了然后逐礼拜拜四，我课干半晡尔，就回来。常常会讲，阮迄个牧师娘手牵手开始咧散步。其实讲散步就是去探访会友。因兜就住伫阮教会附近遐尔。伊一个做冷冻的迄个器械。伊足够泡咖啡，特别是伊的冰滴咖啡，我拢知影。伊逐工拢会冰滴咖啡放伫冰箱内底。我逐工我拜四就去，叮咚叮咚，什么人？蔡老师啦，要干嘛？伊无讲介有礼貌，我就真无客气，我要来啉咖啡。我就咧讲他只好把我请上去，对不对？我叫请去。而且我嘛真爱食因某做的那个杏仁脆片，伊做饼做好食，所以伫迄个说食咖啡，不啉咖啡，食饼。然后就甲伊分享，我伫教会想要做啥物，我对青少年想要做啥物，我伫教会未来想要创啥物，慢慢会当愈来愈理解。所以我们太太，她又感受到了，她感受到，阿娜塔，好像她比较没有那么讨厌我们了呢。你看嘛，我就跟你讲，不是伊无介意，是伊无理解嘛。你看，咱互伊理解，伊就会介意咱啊。各位，这个叫自我催眠。我的关系是愈来愈好。后来等我要离开这个教会，当然我还有斗3工，因的囝，伊的查某囝考大学的时阵，迄个时阵我已经一年大学咧教册啊，甲因斗3工看因的推甄的资料。所以一个考调中央大学，一个电机系，没有记错的话，因查某囝考调迄个实践大学辐射，不是那个辐射线的辐射，是服装设计系，拢真好的科系。
当我要离开，因为迄个时阵新学院毕业，我要受车牌，我要离开迄间教会。第一个来阮魔术馆，叮咚叮咚的，就是这个。叮咚叮咚6点外，我讲谁啊？足气的吼，困了要拄我困了上好吼，要起床的时阵，我叫叮咚叮咚，我碰开谁啊？黄大哥，什么代志？就摕一个迄个保利龙箱，你这个啥？因为伊最爱钓鱼啊，伊就迄暗走去迄个粉礁仔东澳、苏澳遐粉礁仔去遐钓鱼。我到底是钓还是买，我嘛唔知啦吼。就起来，这海产，互你做海产嘛。我袂晓煮咧，无要紧，今仔日下晡因家因暗是迄个夫妇团契，我来煮海鲜嘛，互大家食。吼，后来，等我要离开的时阵，头一个拍叮咚叮咚，甲我嚷蔡老师，你为什么要离开？我对你不好吗？我心里面我是讲，还真的开始不太好呢。那你是咪我甲这个黄大哥关系改变是以什么来做起头？是一个观念。事实上，真正有人在讲我的英文话，总是我安怎来解说这个现象？不是他不喜欢，是他不认识、不理解。像你是咪我讲过，同款的环境，用无同款的心来解说，伊的结果就无同款。认为环境是上帝所备办的，总是解说环境的工作是咱的工作。环境是上帝所备办，总是解说环境是咱的工作。遐你即摆咱要互咱的后一代伫什么款的气氛成长，就是加添因的信心，互因积极的人脉来互因的生命力得到发展。迄就是咱爱备办的环境。接着保罗讲，伊会当处理得救的愿望，是因为圣神的同在，甲圣道的祈祷。我都讲过，保罗伊所处的环境是一个看起来真害，伊受掠，然后咧要受到审判，总是伊犹原有愿望有喜乐，伊相信家己落尾会当得到救。咱想想，若是咱是保罗，咱有可能安尼无？我老实讲吼，我今摆伫迄个学校里面，有时候我们迄个老师们在聊天的时候，有的老师吼心内底嘛有真疑虑。我们学校到底会怎么样？我们学校会如何？看起来，大家拢在讨论，台北中学内底，也是北大内底，真侪人在讨论。总是我相信，我学校既然是上帝所设立的学校，上帝袂放我的学校做无白囝。我相信，那个我的学校落尾会当得到救。咱想想，若是咱是保罗，咱有通安尼无？真困难。现在伊做会到。因为伊感受到圣神的同在，以及信道的大道。圣神的同在甲信道的大道。我伫顶礼拜甲学生分享一部片，叫做《Transformation》，就是转化。内底有记载4个城市，咱讲世界上最恶的4个城市，结果就因为祈祷，上帝来翻转。互这个4个城市大大的改变，原底无人要去做礼拜，甚至无所去用拼拼，总是上落尾，这个城市无所去用抬，这个城市上落尾，因的城市内底教会，逐间教会逐礼拜做8场的礼拜，8场，因为因的教会无法度容纳遐济信徒，是安怎？是因为是因为祈祷，当遐牧师。内底大家好，因为咱的城市有遮尔大的问题，咱家己无法度来解决，咱先透过祈祷。兄弟姊妹，咱要怎样备办咱的教会来迎接上帝复兴的会？咱毋免过头来嘻嘻哈哈，来报路兄弟，报路人来办什么款的活动？咱需要什么？大声，咱需要迫切来祈祷，认为。备办一个环境重要环节，就是咱的教会内底，大家横切祷告，迫切祈祷，为着下一代，咱备办咱的教会有好的信仰环境，所以爱为着教会，为着现在事工，为着牧师来迫切祈祷，爱有真诚虔诚敬虔的祈祷，爱有真实信心的祈祷，爱有真正赦免合一的祈祷。当咱同心合意祈祷，上帝要开拆天的窗，将希望安全自在赐予咱。兄弟姊妹，大概要倒来到伫淡水教会讲的，我都会一些压力。
因为咱的教会是一个指标性教会。莫讲礼拜堂，咱讲教会设立是北台湾头一间的教会，对不对？所以咱是整个北台湾福音的起头。上帝透过马介牧师、透过张牧师、王东庭牧师、郭东英牧师、赵信文牧师等等种种的牧师，为着咱来备办这么好的环境，真侪宣教师为着淡水教会营造一个无通代替的环境，所以上帝大大恩典施乐。因为咱已经伫恩典中间，今仔坐伫这个所在，就是上帝恩典。所以，咱就为着咱甲咱的后一代备办一个环境，什么环境？一个不断有信仰甲灵性造就，会不断感恩的环境。因为有感恩，就会当得到感恩的快乐。知影通学乐，就永远会当无有学乐的事实。所以，兄弟姊妹，牧师伫这所在挑战。咱是毋是拍拼，互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公义甲慈爱显明伫咱生活每一个部分，包括咱的工作、咱的家庭、咱教会生活，互人看到讲我是基督徒，对，好像哦，毋是讲我是基督徒啊，不像。咱是毋是互咱的行为、咱所外表显明出来，真正有基督的见证？咱是毋是有珍惜咱做耶和华所竞选的产业？有认真保守这个身份也无，咱是毋是真正会当用充满信心、充满仰望的态度来起造咱所面对所有的环境？咱是毋是常常用祈祷来感谢，而且坚固咱对上帝领受的环境，而且为着咱的后一代继续陪伴落去呢？要讲，咱的教会自一开始就是福音的标杆，超过150年啊嘛。160年要的吧，150年。请问，今仔日若保罗来到咱的教会，我会记得我进前讲就捌讲过，今仔日保罗来到咱的教会，甲咱做伙做礼拜了后，你请问伊会写什么批互咱？保罗伊会写什么款的批互咱淡水教会？愿上帝保守咱，咱即摆在听候牧师，毋是求上帝陪伴一个牧师。是求上帝，互咱先陪伴咱的教会，然后上帝赏赐一个上适当的牧师，互咱做伙继续成做福音的标杆。咱三甲来祈祷。爸，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恩典，因为阮对你遐来领受，所以阮起造阮的教会，互教会成做淡水的地标。互阮的教会，毋是互人来翕相尔，伫翕相的过程中间来了解上帝怎样借着福音，要来改变整个的淡水，改变整个的北台湾。所以，恳求你，互阮保守阮的身份，因为阮是你所敬调的，阮是你所陪伴的环境，是为着救恩所陪伴的。阮爱继续为着阮甲阮的后一代继续陪伴落去。所以，恳求你保守，互阮今仔日对圣经中间真正领受到阮的任务。阮的使命，互阮的教会继续成做上帝意爱所陪伴的环境。安尼祈祷，奉主所信名求，阿门。各位，我今仔日来这个所在是有任务的，任务就在我们的周报内底，迄张奉献袋就是我的任务吼。我无要讲太侪有关男神的一寡代志，因为咱会当看这本，这个请安批就会使。牧师伫这所在，甲各位佫分享一个例。我真爱听一首歌叫做《Thank You》，捌毋知各位有听到 ？John Boots 伊所写的一首歌，Rainbows 福音歌。迄内底写讲有一个人，伊做面梦的时阵梦起伊上天堂，伫天堂中间有真侪人搭伊行到头讲 Thank You。有一个人甲伊讲 Thank You， 讲是安怎你甲我讲 Thank You？ 甲我讲谢谢，讲因为你是我的主日学老师。当你祈祷的时阵，有一届你祈祷的时阵，我拍开我的心门，所以耶稣进入我心胆，我欠要伫这个所在。另外一个乌人，甲伊搭肩胛头讲：哦，感谢你哦 ，Thank you，Thank you。是安怎你甲我 Thank you？ 因为有一天有一届，迄个宣教师去到你的教会报告伊伫非洲宣教的事工，你的心真大的感动，你就为着伊祈祷，所以为着伊来奉献，奉献100块尔，伊讲你甲奉献100块尔。就是你的奉献，但我伫这个所在，伊伫天堂行一大年，有足侪伊无熟悉的人，甲伊讲感谢，所以伊真感动。这个时阵耶稣出现，
伊讲囡仔孩子，随望你所做的，你家己唔知，总是你所做的为着天堂，为着这个国度所做的，大家拢咧纪念。兄弟姊妹，咱奉献，唔知影什么款的牧师会受到救，也是讲今仔日我就伫北部，我应该为着台湾新学院来奉献，台南离我遐远，总是咱唔知影，咱拢是伫这个信用中间，你这信用好无？一定好嘛，无你直接要创啥？对不对？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是因为这个信用，但感觉就袂歹。总是这个信用的袂歹，恁有传，你有意爱，恁的囝子嘛得到无？咱过去我都讲过，咱过去9任牧师去做真好的环境，第10任、第11任、第12任的时阵，可能第11任会真久，无一定啦吼。第10任、第11任，咱的时势，伊会拄到什么款的牧师？什么人决定？恁。什么款的关心会造成什么款的信仰？所以牧师伫这个所在，各位来拜托，随望咱无拄拄想着讲吼，我奉献，我为着台湾新学院奉献，伊到底什么款的人会受到造就？这个造就对我有什么款的意义？无的确对咱无什么意义，嘛可能有，因为无的确咱后一任的牧师犹原是台南新学院毕业，总是对咱的后一代的确有意义。咱毋是为着咱家己咧陪伴尔定，咱是为着咱的后一代继续陪伴福音造就的环境。所以，请大家会当继续为着男性来奉献、来关心，什么款的关心造成什么款的新学院，什么款的新学院会培养什么款的牧师，什么款的牧师会起造什么款的教会。阿们，感谢。本主日是台南新学院奉献主日，咱来欢迎蔡维敏牧师就来讲道请俺甲事工的分享。我知，蔡牧师是真理大学的校牧甲教授，咱用这个时间讲，咱经过小会的会议同意加入台南新学院的伙伴教会并伫遐校奉献主日当天，咱由严宏新长老代表致赠迄礼金，咱即是请严宏新。圣诗374首。听见救主出声在叫，什么人要去做工？田拢到时，叶仔熟悉，什么人要去收担？救主真久就在叫你，伊报赏实在极大。啥人欢喜，随时用讲，我伫遮找我，请起立。听见救主出声在叫，啥物人要去做工？咱拢到时叫也熟悉，啥物人要去收担？救主真久就在叫你，
时来奉献。请起立。请坐。
就火化了，安葬伫个平安园，敬请为遗族关心代祷，愿主上帝亲自安慰甲扶持。有报名的兄弟，当天是7点20分伫文化中心上车，7点半准时出发，大概伫2点半到3点会平安园转去到淡水吼。第二，本会连益将长老嘛伫咧3月初9日安息主怀享于98岁，敬请为遗族关心代祷，愿主上帝亲自安慰甲扶持。纪念甲火化的礼拜伫3月21日拜五，定中昼12点30分，地点是怀爱馆吼，台北市市立的会馆，晋阳路的至善2厅吼。个别礼拜是3月22日的拜六，定伫个下晡2点，地点是本会礼拜堂。本会故吼。廖万清兄弟伫个3月初10拜安息主怀，享受伫97岁吼，嘛敬请为遗族关心代祷，愿主上帝亲自安慰甲扶持。日念甲火化礼拜3月20日礼拜四定下早啊8点是博爱馆吼，4楼甲挚爱1厅吼，台北市的市立殡仪馆。个别礼拜是3月22拜六，定伫个10点，地点是3支双联安养中心礼拜堂。下晡3点安葬伫个公馆的楼下的墓园。会议的广告，第1点吼，3月22日是平安园举行对书礼拜。第2点是4月18日永安北山区淡水教会举办的受难周联合礼拜。第3点是4月20日的早起的礼拜中举办国外节的联合礼拜。教界的消息，教会教育的课程，请兄弟家己来看内容。团契消息吼，上年团契有聚会吼，公道的第7点收养的兄弟有51位，双联安养中心1位，恳求伊伫的灵来伊伫看顾。伫第10页奉献的明细，若有出入，请到有关的单位来订正。咱报告到这。咱来唱上行386首，上行386首。请。咱做伙来领受祝福。所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透，圣神的交通甲引带，甲恁正大家三个比地，对这点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咱只是来行平安礼，前后左右。咱今日有新来的兄弟，还是？咱今日无新来的单吼，所以。咱来欢迎咱蔡维民牧师哈，牧师娘在咱中间，咱
咱即时来定角，定角中来避讳。你怎么现在？
还没啊，你不是说你处理？他有空啊。音控，一瓶一样啊，我需要2个音控。乙方来了，乙方来了，乙方来了。音控是需要2个。昨天我是2号吗？test 1、2、3。好，蓝色的。好。实在的父神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同是你的同工，同时有祭司的职分，让我们一起透过音乐、透过讲道、透过诗歌来传扬你的名，同时也让所有的会众透过我们的服饰得到上帝的祝福。求你保守我们圣灵此时此刻与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所说的，我们所有的服饰都成为上帝喜悦的祭物、馨香的祭物，在你面前得到喜悦。我们将祷告奉主之名求，阿门。我们要先找他们先出来，这个亮乳的，我有声音啊。那个妙如的声音在祷告。有吗？有。OK， 好。愿赞美充满。好。3号 test one，test one。我们先把上面的关掉。不用，直接按 mute 就好了。好，来。test one，test one，test one。哎，你 mute 掉 mute 错了。好，来再一次。test one。哎，当然你 mute 到那个，你 mute 到监听了，我说 mute 上面的。喂 ，test one，test one。有声音 test one。有 test one，test one。你是4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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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OK。陈一芳不要太累哦，陈一芳不要太累哦。早点睡哦，有听到吗 ？OK。早点睡。愿赞美充满。test 1 2 3，小一点。test 1 2 3，test 1 2 3，test 1 2 3，test 1 2 3。好，把上啊，对，今天有一个。好，把上面的打开。为什么？在礼拜开始以前，让我们安静我们自己的心。在今天，我们要再次等候神的话语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可以预备你自己，用祷告，等候神的话语再次临到我们。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如江河流啊流啊流。圣灵的江河自由涌流。我要对你说，圣灵，我们爱你，欢迎你再次临到我们的生命中。在你的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
我们当前进，谦卑等候来领受。让我们与你在你的同在中得着满足和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在这里。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再次等候，求你的圣灵再次进来，在我的生命里面进来。圣灵的江河流啊流啊流，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里。在你的宝座前，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主，让我来到你的宝座前，俯伏在你的座前，敬拜你，敬畏你，等候你。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在你的宝座前，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圣灵的江河，生命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流在这里，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生命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生命的江河，自由永流在这里，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生命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主，愿你的圣灵如江河，在我的生命流啊流啊流，自由永流在我的生命中。主，在今天我要再次来领受你的话语，
在今天，我要再次领受你的恩典。主啊，我要说，我在此等候，等候你来，等候你来。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你应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生命经历来自由运行着你生命的江河。主，在你的座前有你大能的天使围绕着你的宝座。主，我们也要如同那些天使一样，俯伏在你的面前敬拜你。愿这地的口都称颂你的名，愿赞美充满我们的教会，充满我们的这地，愿喜乐充满我们的生命当中，愿万物都遵从你的名。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向你的呼求，求你来进来这里。感谢赞美你，这一切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阿们。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跟隔壁左右说，神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大声开口来宣告，神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愿赞美充满我们的家，愿赞美充满我们的心，愿万物都遵从耶稣，开口赞美你。让我们献上祈求。
停，我们一起跟隔壁左右说，让我们的赞美充满我们的教会，充满我们的家。我们要大声开口宣告，愿赞美充满这里，阿们。愿赞美充满每个家。愿喜乐充满我心，愿万物都尊重耶稣。让我们献上祈求，从高山上直到山谷，颂扬赞美。献给你，从天降下，直到万民，让这歌声传千里。愿主真光照亮黑暗，愿主真光照亮黑暗，让我们屈膝敬拜。愿主荣耀充满全地，让我们同声宣扬，从高山上，从高山上。直到山谷，颂扬赞美，献给你，从天降下，直到万民，让这歌声传千。从高山上，从高山上。山谷，颂扬赞美，献给你，从天降下，直到万民，让这歌声传千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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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从高山上，直到山谷。颂扬赞美，献给你，从天降下，直到万民，让这歌声传千里，传千里，传千里，传千里。传千里，将赞美归给我们的神。主，愿赞美充满这地，愿赞美充满我们的生命，愿你的荣耀覆庇这里。主啊，我们要在你的荣光之下，看见你的伟大。主，我要说，你是我生命的主，在我的生命的每一步都有你的带领。无论我的生命在高山，无论我的生命在低谷，你都保护着我。你说你将我的名字记在你的手心上，
这是一个永远不变的应许，就如彩虹要成为那约定，我这一生都是你的祝福。你是我的主，引我走正义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在这个时候，我们用一点点的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将这一礼拜的生活，你生命当中碰到的大小事，在这个时间我们放在神的面前。也许我们不能明白上帝为什么让我们的生命遭遇这些事情，但你要相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切都有他的安排。让我们顺服，让我们等候，在患难中，我知道你是我的帮助，你是我的山寨。在喜乐中，我知道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生命的泉源。我们用一点点的时间，你可以用祷告，你可以用静默，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等候，将我们的生命献上给我们的神。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你是我的主，引导我走正义的路。无论在高山，无论在低谷，都是你的手在保护。在万人中，唯独你爱我并认识我，这是那永远不变的应许。我的一生都是祝福。这是我们的祷告，让我生命这恩典之路，无论风浪，无论晴天出太阳，主你的手都引导我，将我紧紧地抓住。这一步又一步，是盼望满有恩典的路。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
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相信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里，他掌管一切。他所让我们遭遇的，不会是我们所不能承受的。他的预备是美好，充满祝福。主啊，让我们再次看见你，让我们再次知道你，引导我们走，引领我们的脚步。会中请坐。我们一起继续低头来祷告。慈悲们父神，主，我们谢谢你。就像这首诗歌所说的，主，我们走在你恩典的道路当中，我们也走在你蒙福的道路当中。主，谢谢你再一次用诗歌来告诉我们，我们也再一次用祷告将我们自己献上。主，愿你的灵就在我们的当中亲自对我们的说话，因为你的话语充满能力，也带有能量。主，谢谢你，真是拣选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单单的在你的里面可以享受从你而来的爱。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因为你是那耶和华沙龙，让我们里面有从你而来的平安与喜乐，因为我们深知在我们的里面比这个世界更大。主啊，求你继续来帮助我们，可以更多的定睛在你身上。主啊，特别是在这个大斋节期当中，主，我们再一次来思想你所受的苦难。我们是如此的不配，主，但是你却说我们是你所拣选的，也是你所爱的儿女。主啊，你要使那个无罪来代替有罪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因为你对我们的应许永不改变。主，谢谢你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安静当中，我们可以再次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你面前。主，我们将我们的祷告献上，求你的话语，求你的真理再次的扎根在我们的里面，也帮助我们能够从我们的行为能够活出你的样式。主，我们特别把今天的讲员，把牧师的口交托在你面前，求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好让在一个礼拜的过程当中，不论是说的听的都能够得着益处。最后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作为我们今天祷告的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时，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奉献。那今天的奉献，我们主要是为了台南神学院所要来奉献。那也愿就是我们的会众也可以用我们的行动，然后来支持神学院所做的事工。
然站立，一起用使徒信经做我们信仰告。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会众请坐。这时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今天要读的经节是诗篇33篇12到20节，腓立比书1章12到20节。诗篇33篇33章12节，以耶和华的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靠马得救是枉然的，马也不能因力大的救人。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腓立比书1章12到20节。弟兄姐妹们，我要你们知道，我的遭遇反而帮助了福音的进展。结果，王公警卫队全体和在这里所有其他的人都知道我是因着基督的缘故被囚禁的。我坐牢，却使多半的信徒对主更有信心，更加勇敢，毫无畏惧地传讲上帝的信息。当然，有些人传扬基督的是出于嫉妒和好斗的心理，但也有些是出于诚意的。后者出于爱心而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上帝交给我为福音辩护的使命。前者传基督的动机不纯，是出于野心，想趁着我坐牢的时候给我制造更多的麻烦。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不管他们的动机对不对，只要基督被传开了，我就会高兴，我还要继续高兴。因为知道借着你们的祷告和耶稣基督的灵的帮助，我一定会恢复自由。我迫切期待和盼望的是，我不至于在责任上有所亏负，反而能时时刻刻具有充分的勇气，尤其是现在，无论生死，用整个的我来荣耀基督。牧师所要传讲的主题是预备一个环境。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给蔡维明牧师。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我习惯在下面讲道，就好像我在上课的时候，我不会一直站在台上，因为我的口袋里面有我的手机，所以边走边计算步数，所以讲道完了，我也走了2000步，这是一减几个我在博士班的时候，曾经担任辅仁大学长青团契的辅导。那有一次，有一次是我主理，我就把这些学弟妹带到了观音山的山顶。有爬过观音山吗？好像林牧师那个林牧师有爬过吧？好像是有啊。那从那里可以看到三重、新庄跟泰山的夜景。我就问他们说：“你们看到了什么？”有人说：“哇，充满了光明，那里商业繁盛，有许多的商机。”我想请教各位，什么系的人会讲这种话？
哎，经济系啊，差不多，她是那个气管系的学妹。她说：“哎，这里面商业繁盛，可以看到商机。”那有一个男生就说：“哇，好浪漫的美景，看了不仅要吟一首诗。”什么系的？哎，中文系的。我就拜托不要吟诗，一吟整个气氛就破坏掉了。那也有人说，在这里面看到人的文明、人类进步的足迹，我想都不用想，一定是我的学弟啊，我是哲学系的啊，这个我的哲学系的学弟他讲的。那有人就用鼻子说：“哈，你们只看到那里充满了光明，你们没有看到在旁边黑暗的地方一定有很多罪恶。”有人在作奸犯科，请问是什么系的？哎，法律系的。各位，同样从山上看的景色，不一样的心，不一样的专业，看到的是不一样的部分。我相信各位你们都听过孟母3000的故事吧，对不对？一开始孟子他的妈妈让他住在坟墓旁边，结果呢，他就去考那个丙级丧礼证照。他说：“哎，不行，不能考那个东西，赶快把它改到哪边？改到了市场。结果在市场那边就跟着人家叫卖，来哦，一斤葱卖那个送1斤牛肉哦。他说也不行，所以就把他带到哪边？后来就住在了学校，也就是私塾旁边。那我相信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一个人的人格养成，他的社会习惯跟价值观，都跟他的生长环境有关。各位，在圣经的记载里面，耶和华也扮演过孟母的角色。在创世纪12章，耶和华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乌尔，也就是两河流域乌尔的他的父家，要他前往迦南地。所以75岁的他往北走，走到了叙利亚，然后再往南走，走到了就是肥沃月湾，往北往南走到了迦南地，然后再往南走到那个埃及，在埃及骗了法老王之后又回来了。那个上帝要他离开他父的家，是为了叫他离开拜偶像的环境，进入耶和华上帝为他所预备信靠神的环境。各位，你们也都听过摩西的故事吧？在出埃及记第2章里面，摩西被法老的女儿，就是公主，从尼罗河捡起来之后，他安排米利暗，就是他的姐姐，摩西的姐姐，有智慧的介绍他的母亲当奶妈。上帝这样安排，是要让摩西在皇宫里面有好的学术跟领导教育，同时也让他透过他妈妈当奶妈的角色，奠定幼小心灵中的宗教教育，跟不要忘记他本身是希伯来人这样子的一个思想，是预备让摩西成为带领以色列人拯救以色列人民族救星的环境。17世纪，英国女王血腥玛丽啊，她大大的来那个迫害改革中的信徒，所以一群清教徒为了寻求好的信仰环境，他到不顾风险，从荷兰，他不是从英国，他们先到荷兰，从荷兰搭5月花号，其实本来有3艘船，成了2艘，1艘才到达普利茅兹港，而且还走错路呢。然后在那个地方遭受那么大的苦难，寻求可以自由敬拜。这些例子都在说明人如何预备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努力。今天牧师的主题开始烧声了哈。今天牧师的主题是预备一个环境。身为基督徒，我们应该为自己跟我们的下一代来预备一个灵性造就的环境。所以借着今天2处的圣经节里面，牧师期待跟大家一起来思考，我们应该营造怎么样的环境，该如何来营造。首先我们来看今天养琴姐养琴姐她为我们念的圣经节，第1处旧约诗篇33篇12到20节。在12节说，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
然后呢，第18节说，耶和华的眼光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脱离死亡，让他们在饥荒中存活。诗人也就是作者在这里面感谢上帝垂听他们的请求，让他们脱离外邦人的手。这是个感恩的诗歌，他们刚从外邦人的手被拯救回来，强调他们的平安不在他们本身的 power， 而在于他们是敬畏神的人。所以首先我们要预备什么样的环境？我们要预备个有福气的环境，是以耶和华为上帝的国度。各位，什么叫做以耶和华为上帝的国度？就是以耶和华的真理跟教训作为我们生活标准的所在。换句话说，就是常说的降服神的主权，降服上帝的主权。诗篇的作者说，上帝从天看人一切的居民，看人一切的作为，所以以耶和华为上帝的国度，有神的公平正义，能够建立爱与神圣的共同体。所有的强权、特权跟专权不能存在这个国度，也不能污染这个国度。唯有用信心仰望耶和华，献身来荣耀上帝的，他们将得到神的祝福，领受神的恩典。各位，请问你们有没有期待我们所爱的淡水长老教会成为耶和华的国度？有没有？那我们就必须努力让我们的教会成为降服上帝主权的所在，也就是所有我们的兄弟姐妹必须彼此勉励，在教会里面行公义的事，说怜悯的话。我们彼此之间的交通，我们彼此之间的互动，就是要以公义、怜悯作为我们一切的基础。我们如果要让我们的淡水不是只是大家来这边拍照，来这边来游览，我们要让淡水成为有福的城市，就必须努力让淡水成为以耶和华为上帝的国度，也就是要让耶和华的公平正义，让上帝的慈爱运行在这个城市上面。为什么我们的总会一再呼吁我们必须关心政治不公义、社会不公平的现象？真的大家吃饱闲闲没事干吗？不是，是因为我们要让我们的土地成为以耶和华为上帝的国度，我们要为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活在一个有福气、以上帝为主的一个环境。其次，我们之所以可以被称为神所拣选的产业，是因为我们敬畏耶和华，仰望他的慈爱。各位，产业这个字，它的原文在希伯来文里面，那个希伯来原文里面，它有遗传、继承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它只是后裔的那个意义。那要记得，在以色列原本游牧习惯中，这个族长的产业、族长的财产，不是只有那些牛羊、那些财物，包括他的子孙、他的太太们，要加上 S 太太们、子孙们都是他的产业。在所有族长的产业里面，最重要的不是有那些财物，而是能够继承产业的继承人。所以你看像雅各、像那个以扫，一直在争夺长子的继承权，有没有？因为对他们来讲，这个是最重要的。还有很重要的，在以色列人的那个观念里面，没有像华人一样财去人安乐的说法。我们就反正那个一些钱呢，我们就消灾了事啊，然后呢财去人安乐。很抱歉，在以色列的那个习惯里面，在他们的那个意识形态里面，没有这回事。谁抢了我的钱，我就加倍的要把它讨回来。各位，你们还记不记得亚伯拉罕他的侄儿罗德不是被5个王给抢了吗？所以亚伯拉罕说算了吧，那个财去人命留下来就好了，是这样子吗？不是他把家里的男丁点算了之后，发兵去把钱全部抢回来。所以以色列人这种游牧民族里面没有什么财去人安乐，谁抢我的产业，我就要把它抢回来。各位，以色列人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他们相信自己是属于耶和华的，是 choice people，
是耶和华的选民。既然耶和华拣选我们，他一定会保护，好好的款待自己的产业。各位，你们是不是耶和华的产业？是不是？是。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是不是耶和华的财产的一部分，我们是不是耶和华的继承人？是吧？大家说是。为什么？我们凭什么说我们是耶和华的继承人？很简单，因为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是因为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用他的宝血重价赎回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坐在这里是心敬畏谁？应该不是敬畏佛祖吧？不是敬畏三清道祖吧？我们敬畏谁？我们敬畏耶和华上帝。我们确实知道他不管什么状况都会爱我们，保守我们。现代人验血清要验什么？ DNA。 那我们跟上帝怎么验 DNA？ 上帝有鼻毛吗？上帝有头毛吗？或上帝用脚皮来跟我们验 DNA？ 我们跟上帝怎么验？就是我们跟上帝之间有生命的交流联系，而且我们坐在这里所有的兄弟姐妹也有这种生命的交流。这种生命的分享跟交流就是我们的 DNA。 我们做上帝的产业到底好在哪里？是因为他必定如保护财产一样保护我们，也必定如同培养继承人一样来造就我们。我再讲一次，作为上帝的产业好在哪里？是他必如同保护财产一般保护我们，也必如同培养继承人一般来造就我们。圣经上说，耶和华他眼光看顾敬畏他的人，要救他们脱离死亡。在今天圣经这个新约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保罗他有同样的教训。好，我们今天那个杨琴姐帮我们念的那个腓立比书第1章，当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人在哪里？对，他在罗马坐牢。他不是在腓立比那个地方度假，他是在罗马坐牢。但是他并没有因此绝望，他反而更加喜乐地安慰腓立比的信徒，因为他听说了这些腓立比教会的人因为保罗被抓，好难过，正在忧愁，而同时教会也产生出了纷争。保罗怎么说的？保罗说：“感谢主，因为我被抓，所以抓我的人认识了上帝，对不对？我这么爱讲话的人，所以那个来抓我的人都被我让洗脑起了，信了上帝。然后呢，我原来就很想去罗马，都没有机会去，结果我还可以到罗马去宣教，就好像说我终于有机会哦，今年1月份终于到加拿大去了哦，为了我的学生，我到加拿大去，其实是为了去玩。结果呢，我是以带教学生博士论文的那个理由去，然后我终于去加拿大了。保罗也说，我终于去了罗马了。原来一些信心不足的人也加添信心。这里面讲的是那个罗马教会的人，因此而加添信心的。哎呀，主为什么这么好？保罗赞叹哎，保罗欢喜耶，他被抓哎，但是呢，上帝为保罗预备看起来好像不顺，事实上却最适当的宣教环境。我们在生命里面有很多的不顺，也许我们认为不舒服，但是它可能正好是神给我们另外一种祝福的环境。所以保罗强调对不起，太快了。保罗强调这个环境既然是上帝所预备，就必然有益处。在第12节跟第14节里面，我刚才讲过，保罗被抓，福音得兴旺，这代表他无论处在任何的环境，都能够积极的去寻找他所能做的事。就好像他的第4章11到13节，他怎么讲？来，我们一起来念一次。来，我在任何，来一起来预备，来，我在任何的情况都可以知足。我知道如何主卑贱，也知道如何主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到秘诀。什么秘诀？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各位，我们所遭遇到的环境，我们所遇到的事情，有的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自己的图谋，也有是上帝的安排。就好像刚才牧师一开始所举的例子，同样一个客观的环境，不一样的心来解释，会有不一样的理解。刚刚牧师有讲一个例子哈，刚好师母也在这个地方。我在2000年到2005年那时候也在念神学院啊，那时候很斜杠。那时候我已经在真理大学教书了，我1998年就到真理大学，然后呢，那个时候也在台北中正教会实习啊。然后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刚好30几岁啊，不小心透露了年纪哈。好，所以我早上一早就必须6点多就起床，必须开车开到真理大学来教书，然后呢，傍晚回到教会去，住在教会的那个牧师馆来协助教会的事工。我们非常的认真凭良心讲，我真的非常认真。但是我们知道，只要教会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不一样的意见那我的师母她非常有 sensibility 她说：“老公，好像有人不喜欢我们呢。”各位，我想问一下，如果你认为你感觉到有人不喜欢你们，你会怎么跟他互动？会跟他吵架吗？会不会？会不会？不会啦。但是我想，我们也不会拿我们的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但是如果这样下来，我们跟那位对我们有意见的人关系会越来越亲密，还是越来越疏远？疏远。所以我就跟我的太太讲：“安娜塔，sweet boy， 不是他，注意不是他不喜欢我们，是他不了解我们。客观的环境是他真的有在说我们的闲话，但我的理解是什么？他不了解各位不了解就要怎么样？让他了解啊，对不对？所以每一次做完礼拜，我们在那个门口送客，送客怪怪的在门口跟人家道平安的时候，我跟别人就说：“平安，平安，平安，平安。”遇到了这位平安，吓死他了。然后他被我吓一跳，你看，哈哈哈，我把你吓死了然后每个礼拜的礼拜4，我只有半天的课，下午就回到教会来。然后呢，我跟我师母就手牵着手，我们去散步不，我们去探访会友。那位黄大哥就住在教会的附近，那我就会去他的那个楼下，叮咚叮咚，谁啊？蔡老师啦，你要干嘛？我要喝咖啡。我很不要脸说我要喝咖啡，因为他的冰滴咖啡超好喝。他每天在前一天就会去滴冰滴咖啡，然后冰在冰箱，我都知道，所以我要喝咖啡。那既然我已经说了，他也不好意思不开门嘛，对不对？我就上去，然后呢去说，有没有杏仁脆片？因为他的太太很会做杏仁脆片，所以我们就边喝咖啡边吃杏仁脆片，然后边跟他分享我该怎么样去建立教会。我对教会有什么负担？我对青少期有什么负担？我让他慢慢的理解我对教会的愿景。然后呢，他有一对儿女他的儿子那个于如他的太太有一次告诉我说：“蔡老师，我的儿子想要推甄中原电机他知道我在大学教书，那是不是可以我帮他看一下他的那个推甄资料？”好啊。那看一看，跟他做一些建立，他还真的应该不是我的缘故啦，但是他会觉得说是我帮助他，他真的推甄到了中央电机，他的女儿隔年推甄到了那个实践辐射，不是辐射线的辐射，是服装设计。所以他们家他的太太，他跟我的关系，我们在慢慢调整。我的太太又讲说，老公，好像他不是那么讨厌我们了耶！你看嘛，我就说嘛，他不是不喜欢，而是什么？不了解。他现在了解了，他就会喜欢我们来继续。各位，这个叫做自我催眠。后来，当我2006年要离开中正教会，因为神学院毕业要受派了，我离开中正教会的时候，第一个到牧师馆来叮咚叮咚的人就是他。我一开门，蔡老师，你为什么离开？我对你不好吗？我的心里面 always 说，真的，一开始还真的不太好。各位，我跟这位黄大哥关系的转变，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我把他的行为解释为不是不喜欢，而是不了解。我的观念决定了我跟他之间的关系。各位，同样的环境，用不一样的心来解释，所得到的结果就大大的不同。环境是上帝所预备的。他不喜欢我，他不了解我。我讲哪边？那个环境是上帝所预备的，但是解释环境是我们的工作。环境是上帝所预备的，但是我们来解释这个环境。各位，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广告，就是有一群人拿着牌子就站着，那个牌子上面写着：“这题你不是练习好几次，笨的喽。”请问这句话是责备还是鼓励？我再念一次：这题你不是练习好几次，笨的喽。好笨啊，有够讲的啦。请问这句话是骂人的还是赞美的？骂人的。但是哔一声，这些人全部重新起牌，字一个字都没没有跑掉。但是呢，他们的那个 order 换了，变成说你不笨，是这题得练习好几次喽。字都是一样的字，但是它的排列组合意思有没有不一样？它就变成什么？你不笨，是这题得练习好几次喽。什么意思？是骂人的还是鼓励人的？各位，请问你们期待我们的下一代在什么样的氛围下成长？就是要加添他们的信心，给予积极的认知，来激发他们的生命力。这就是我们要准备的环境啊。其次，保罗说他可以身处于得救的盼望，是因为圣灵的同在以及圣徒的祷告。牧师刚刚讲过，保罗的处境好不好？具体的客观的处境好不好？不好，被抓，而且随时要被审判。但是他仍然有盼望，有喜乐。他相信我终究会自由，有没有？刚刚那个养琴姐念的，终究会自由，他终会得救。各位，想象我们是保罗，我们做得到吗？我们只要介绍那个法院传票，要吓死了，对不对？收那个法院传票，而且那个收到了那个什么那个交通规则、交通的那个什么，扣你钱，我们都气得要死，对不对？所以保罗，要是我们是保罗，我们能这样吗？很困难。他为什么做得到？因为他感受到了圣灵的同在，以及信徒的祷告。2个礼拜前，我让我的学生看一部影片，叫 Transformation， 叫做转化。这里面记载了4个城市因为圣灵动工来翻转的故事，包括那个哥伦比亚的卡里、非洲肯亚的 Cambu， 还有美国的 Hermiton 跟瓜地马拉的 Malonga， 这4个城市，有人说全世界得救了，这4个城市就不能得救，甚至像卡里城还会拿那个枪把牧师打死。但是呢，到最后，上帝亲自展现与人、与社区、与土地和好的心肠。然后呢，这些教会，特别是卡里，他们的教会，城市里面的教会，每个礼拜要做8场礼拜，从礼拜6到礼拜天，总共做8场礼拜，才能够容纳所有的信徒。Why？ 为什么？我们基本上他们的原因就是祷告，全教会的人，全城市的人，大家迫切的祷告，上帝翻转了这个城市。我们该如何装备来迎接上帝复兴之火降临在我们淡水教会？我们不需要过分的哗众取宠，我们也不需要绞尽脑汁办什么活动来贿赂别人。我们要做什么？我们需要恒切的祷告。各位，预备好的环境，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大家要恒切的祷告。各位，你们有为的教会祷告吗？我一天到晚为了真理大学祷告，有时候想到真理大学我就好难过。但是我绝对相信上帝建立的这个学校，他一定要救赎这个学校。2013年到2018年，我担任学校的副校长、代理校长。我知道这个学校里面有很多的能量，有很多的可能性。
我们需要上帝让我们有够智慧。我相信他一定会。我们缺乏的就是全校的老师一起祷告。我们爱我们的教会吗？如果爱的话，我们有没有常常为我们的教会提名祷告？为我们的牧师，我们将期待要来的牧师提名祷告。各位，我们为了下一代预备我们的教会，要有一个好的信仰造就，一个那个信仰造就的环境，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现在的事工恒切的祷告，要有真实信仰造就的祷告，要有真实信心的祷告，要有真实饶恕的祷告。当我们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上帝将开启天上的窗子，把希望跟自在赐给。我不晓得各位对于我们那个淡水教会的历史知道多少？我们总共有9位牧师。我们从马偕牧师之后，真正第一任牧师是钟天志牧师，第2任是汪忠诚牧师、郭东荣牧师、赵新任牧师、郑宏辉牧师，一直到后来刚离开的郑牧师，9位牧师把我们的教会打造成一个不可取代的环境。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教会成为北台湾基督教的指标。当我知道我被派到那个淡水教会的时候，其实有点害怕。因为我们的教会这么有历史，我们的教会这么样子的成为那个福音的指标啊，我能够来这个地方有什么样子的信息可以分享？这代表什么？我们之前的前辈，我们之前的牧师们，我们所有过去的长辈们，为我们教会打造出了一个不可改变、不可取代的环境。也因此，生于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也应该为自己、为我们的下一代预备一个环境。什么环境？一个不断有信仰、灵性造就，可以不断感恩的环境。因为有感恩，我们有不断可以感恩的快乐，有不断可以赞美的事实。所以牧师在这个地方提出一个挑战，请问我们是不是努力让神的主权、公义跟慈爱展现在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包括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教会生活中？当我们跟别人介绍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大家说 yes， 还是啊？不像。我们有没有办法让人一眼认出你就是基督徒？有没有办法让别人说从前风闻有你，如今靠着你，靠着我们来认识你？从前风闻有上帝，结果我从我们的那个主唱领唱身上看到了上帝，我从我们的养琴姐身上看到了上帝。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自信？我们是不是珍惜自己作为耶和华上帝所拣选的产业？也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名实相符？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来自豪。我们是不是真正以充满盼望跟信心的态度来营造我们说的环境？所以我们说出来的话，是不是都是造就的话？是不是都能够给人有信仰的勇气？还是我们一直在批评？我们是不是常常以祷告来感谢并兼顾我们从上帝所领受的环境，并继续为了我们的下一代预备下去呢？也就是说，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提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契、我们的事工来祷告？我们现在正在等待一位牧师，我们不是等待一个适合我们的牧师，而是要让我们的教会预备成一个适合任何牧师的教会。我们要预备的是我们的教会，我们要预备的是我们的心态，我们要预备的是我们已经成了一个很好的，随时可以让上帝所拣选的人来到我们当中，持续让我们的教会成为指标性教会的环境。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一直以身为淡水教会的信徒自豪，但是我们也知道，成为淡水教会的信徒，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要不断的建造我们的环境，成为展现上帝荣耀的地方，让所有的人因着我们的教会看见上帝你的荣耀跟见证。主，求你与我们同在，真的让我们所建造的符合你的旨意。这样祷告奉主之名求，阿们。好，牧师因为今天是带着那个任务来的，也就是为了台南神学院奉献主日来报告。那刚刚我有说一个故事，我现在讲另外一个故事。我不讲台南神学院的内涵，因为我们从我们的这本都可以看得到。
好，给我2分钟的时间。我在当兵的时候，我是在凤山中正预校当兵，我在那边当教官。哦，因为那时候已经拿到博士了，所以就直接是预官。那时候中正预校，你们都知道，里面毕业生都是要去念3军4校嘛，陆军官校、海军官校、空军官校跟政战学校。那我当时候管学生的时候很严格，如果说在座有我的同事都知道，我做事情还是蛮严格的，所以我的学生都叫我机车牌，机车都机车，机车牌，怎么机车？有时候那个早上他早点名的时候，不是我值班，不是我值星，我就开始检查他们的内务，哎，这个不够，那个排的不够好，啪踢掉。然后呢，那个豆腐缺一块，就把它掀开来。所以很多学生回来之后就开始飙，开始骂，这是我机车牌。我的同梯的告诉我，哎，维敏，你只是个义务役，你不是自愿役，你义务役，你干嘛这样子跟学生过不去？反正这些学生未来又不是你管。我跟他讲说，哎，各位，那个同学，这些学生20年之后，他们将是部队的指挥官。20年之后，刚好那个时候我儿子刚出生，而20年之后，有可能我的儿子是他们带的。我不要我的儿子在个随随便便的长官手下，他的生命，他的那个什么那个当兵的那个规定受到了威胁，他的生命受到威胁。我期待我现在管好这些学生，因为他们以后就是我儿子的长官。我不是为了我自己的爽去掀他们的被子，我是期待未来他们能够有一个很好的那个发展之后，我才甘心把我的孩子交给他们，因为他们以后都是我孩子的指挥官。各位。我们现在为台南神学院奉献，我们不晓得他们培养出来的牧师，会不会是未来我们的牧师？但他很可能，有可能我们的孩子未来会离开我们，到别的地方去。有可能他们所遇到的牧师，就是台南神学院、台湾神学院、玉山神学院所培养出来的牧师。我们不是为了自己去奉献、去关心，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既然我们喜爱这个信仰，既然我们愿意做这个地方来接受这个信仰，我们也期待我们的下一代继承我们的信仰，也因此我们应该要培养适合他们、能够造就他们的牧师。所以我们要奉献，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所以我很感动，我们的这些都是我们的那个淡江中学的学生吗？不是，淡江同学。你们有一个好牧师。哲道牧师嘛，明哲牧师都知道，都想到另外一个大牧师去了以后一定会成为大牧师的。明哲牧师，你们有很好的牧师，很好的关怀者在这边，我们也相信上帝会预备很好的牧师在我们当中。我们什么样子的关怀，会造就出什么样的神学院？什么样的神学院会培养出什么样的教会？会培养出什么样的牧师？而什么样的牧师会建造什么样子的教会？期待各位能够真的关心神学院的事工，谢谢。
兄请坐。好，这是由养琴姐来报告。好，欢迎第一次来教会参加兄姐的弟兄姐妹，然后也欢迎请你们将你们的联系方式留下，然后欢迎办公室会做进一步的联系。那今天也特别欢迎，就是由台南神学院的蔡维明牧师，然后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分享。对，刚刚听到杨青姐曾经修过老师的那个哲学课，所以刚听到杨青姐的时候，就是突然间也就惊了一下。好，那下个礼拜就3月23号是举行圣礼典，也请兄姐预备心来预备。那这礼拜的花材奉献是由许哲浩为生日感恩奉献。好，那因个资法的关系，从本周起，个人的奉献明细只会用个人的编号，然后来做登记。那如果有不明白的，也可以向办公室来做询问。那第一学期的奖学金已经开始申请了，那也请同学，然后可以跟秉宏长老以及主日学老师，然后来做申请。好，那办公室也开始第2季的侍奉表，那也请小组团契，然后将你的侍奉资料，然后交给办公室。那教会也在即将有预备平安园的清明扫墓专车，那办公室的登记的截止日期是今天，然后请兄姐可以确认一下。那牧养培训部在3月23号以及3月30号分别邀请到张思聪牧师以及林志章牧师，那为我们预备从心理饶恕以及信心的生活2个讲题，也请兄姐可以来参加。好，那最后一点，办公室的报告，马街大楼的4楼，整层楼道拖鞋，那请兄姐一起来配合。那其他的肢体消息也请兄姐一起来关心，然后来带到。这时候我们来唱颂柔的诗，唱完之后请牧师为我们祝祷。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引导，常与你们同在，从此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隔壁左右的弟兄姐妹互道平安礼。好，请坐。不知道在我们今天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淡水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方便起来举个手，跟欢迎一下。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的？师母，师母，那个我们来那个蔡维明师母的那个，谢谢。好，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好，那如果都没有的话，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安静心，我们来默祷，请敬拜团来预备。层层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许这一生。
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一步又一步，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